高雄有民众检举讲，伫南部有20外间分店的优利海产肉品公司卖过期的产品。卫生局去查查，发现鸡腿排过期、刷改漂头，延长3个月。另外，软食仔生产的国家写唔对，肉杂仔过期无销毁，拢依照违反食安法和消保法来处分。 卫生局人员来到门市清点要落价的产品，南部有20外间门市的优利海产肉品公司，互民众检举卖疑似过期的产品。卫生单位前往公司仓库调查，发现原味的鸡腿排已经过期3个月，业者涉嫌改标示。原味鸡腿排产品有效期限标示为114年11月21日，为进口厂商提供之进口报价单有效日期为 114年8月22日，卫生局落价封存703片的鸡腿排，避免流入市面。今日门市拢有开门营业，陆续有民众去采买消费，业者赶紧出面澄清。前一批已经卖完了，可是他当天只要求我们提出证明，那我们小姐就提出一个证明，她看到了效期就误认为我们是有篡改，可是之后。 在昨天的时候，中部的厂商卫生局也有去查核，那也都是合格没有问题的。吃出什么问题，那对他们也是商誉也是不好的嘛，所以我想健康还是最重要的。因为鸡腿排厂商伫南投县，卫生局嘛前往稽查，不过厂商无法度提供来源证明，没有办法提供上游进口商进货的单据跟外箱的照片等相关资料，所以我们本局后续会函文给业者。 到卫生局来陈述意见。如果业者没有办法提供完整的来源证明，本局将移送地检署进行后续的调查。另外，还有几多项海产类的产品无进货单，软食仔生产的国家标示错误，以及肉杂片过期，业者是承认这部分有疏失。卫生局会按照违反食安法和消保法进行处罚。记者李小柯建准综合报道。